市午间剧场，难忘风雨情。搁来甲伊安尼糊糊甜啊啦！而且吼，我甲因老爸也绝对无可能答应讲你来做阮庄家的新妇啦！你免笑想啊啦！是啥物啦？以后搁有啥物啦？多五甲迄个地桥后的啊！啊，明辉啊，还搁你跟恁来咯？哪有法度啦？因两个姊妹吼都袂见笑，啊，你有咱明辉了教呢？明辉嘛无法度拒绝伊啊。明辉啊，最近有真侪工课爱负责，你这个老母着顾较调咧，唔通搁互因来接近明辉啊，来影响伊的心情。我知啦，啊，你无看到安尼一声就甲呼出去啊？啊，你有问讲伊来找明辉啊，要创啥？无啦，要问啥？假使因生活若是有困难哦，咱加减爱甲帮助淡薄。总讲像我无爱互人敲窗口来讲明辉的歹话啦。是讲哦，我实真烦恼呢。我看明伟啊吼，对美惠迄个查某囡仔敢若袂输放袂论呢。啊，定定敲电话转来问讲哦，有因的消息无？若是互伊知影讲吼，咱两个咧骗伊，绝对会怨恨一世人的啦。短期内啊，明辉为着要了解这机器的功能，可能无法通倒来台北。最近我有哪咧考虑讲，是毋是来带高雄来设一间分公司？哦，明辉啊，带负责这个新产品的设计甲生产，安尼明辉啊就无机会甲迄查某囡仔来往。啊，明辉，你来啊！啊，透早你就走倒去啊，暗时搁咧找你咧。啊，无啊，明辉啊，啊你是安怎？你是有啥物委屈吼？啊？无咯，明辉啊，明辉啊，明辉啊，明辉，莫搁哭啦，拢怪我知啦，是我这做大汉无好好甲你教育。好啊啦，美惠，莫搁哭啊！我知影讲恁大嫂凊彩甲你欺负，所以你心内艰苦。啊，你就知影讲恁大嫂吼，伊……是我无甲你讲老实话。你无甲我讲老实话，啊是安怎？其实我毋是破病，我是……啊你是安怎啦？我是……这件代志，你早晚会知影。我有心啊！啥？你有心啊？你有心啊？啊哪会安尼？你哪会这么糊涂啊？对不住你。你对不住
外是啥路用？你应该对不住你家己，还有阿姆伊老大人。阿姆若知影讲你北过来有囡仔的代志吼，伊一定无法度通我忍受这个打击啊！啊对啊，这个代志你有甲阿姆讲无？我唔敢甲讲，伊身体无好，我无想要互伊伤心。莫讲是阿姆，就算我这做大兄的，听到这件代志，嘛唔敢相信讲你会这么糊涂。唉，还是明辉的囡仔是？好，昨下明辉这臭小囝吼，后抓若去互我拄着，我绝对要好好甲修理者。好啦，莫哭啦，小等我去明辉因兜找因爸母好好讲者吼。趁你即摆腹肚还袂大的时阵，恁好准备结婚啦。若结婚了后，就啥物代志拢无啊嘛吼。好啊啦，你还搁咧哭啥？算起来这嘛是一件喜事呢。紧的啦，紧的啦，你去约明辉出来哦，我参伊讲者。不管安怎讲，我绝对袂互你吃亏的。天泽，这件代志我敢若拍算互你一个人知影，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，袂通讲互任何一个人知影。你是咧讲啥？你无拍算甲明辉讲？啊，你到底是咧变啥梦啊？这件代志，伊爱负全部的责任呢。你敢我袂记啊？顶面第一便宜，因老母是安怎第一甲我侮辱？我拄则有去找过明辉，也毋过因老母唔肯互我甲伊见面，嘛毋肯甲我讲伊伫咧倒位。迄是因为伊唔知影讲你腹肚内有伊的孙，我甲你相输啊。伊若知影讲你腹肚内有伊的孙，伊对你的态度绝对会改变的。我绝对袂利用我腹肚内的囡仔，爱因承认我做因庄家的新妇。我要靠我家己的力量，将这个囡仔请养大汉。你是咧起笑心？啊，你一个人是要安怎饲囡仔啦？还阁有啊，你也无爱参明辉先参详者，都要甲伊断绝来往。这对伊对你腹肚内的囡仔未免伤过残忍嘛？不管安怎讲，明辉总是你腹肚内囡仔的老爸啊。所以无讲一声就离开，迄一天开始，伊就放弃伊的权利啊！我无同意你安尼做啦，美辉啊，你还知影呢？饲一个囡仔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呢。还阁有啊，等囡仔大汉的时阵，伊若甲你讨一个老爸讲要陪伊算陪伊大汉，啊，你是要安怎？因为我这专心专意爱伊的老母就已经有够啊！搁再讲，伊还阁有阿嬷，还阁有你这个大姑爱伊、照顾伊、疼惜伊，伊绝对毋是孤孤单单一个人。我也是无同意你安尼做，美惠啊，小拜托者好毋？莫遐尼紧就做决定啦，先冷静落来，甲这件代志好好考虑好清楚，再做决定会用入袂？我有啥物通好考虑？我已经决定袂阁再甲明辉见面啦。天泽，实在真实的，互你带来遮尔济麻烦。但你是咧甲我客气啥？唉，好啦，美惠啊，既然你遐尼坚持讲无爱互明辉知影，啊那安尼，你敢考虑过讲要甲腹肚内囡仔摕掉？我的意思是讲，你即摆也7少年8少年了，将来你一定会找到一个足适合你的对象，恁会个谈恋爱、结婚、生一大堆属于恁的囡仔。也毋过，假使你即摆家囡仔生落来，你这个囡仔，伊是天公伯赐予我的礼物，我甘愿为伊规世人拢无爱嫁，就亲像阮妈妈幼我同款，牺牲伊一世人的幸福。美惠啊，听你安尼讲，我心内足艰苦。无好啦，你要有啥物代志需要我这做大兄的甲你斗相共，你做你尽量讲，我一定做到超到。天泽，会当实现你这个大兄，是我一世人上欢喜的代志。实在真多谢你，听我讲我的心内事。这几工我困袂落，食袂落，甲你讲过了后，感觉好真济啊。真实了，安尼咱紧来去菜市啊，买一块猪肝转来，遐煮猪肝汤你真好。那安尼咱行，为今仔日开始，我这做阿兄的，逐工要甲你对调调，较免咧你搁食袂落，互我的卫生啊枵着哦，啊？呀，你敢知影？当时啊，恁阿嫂还袂生小宝的时阵哦，迄个药哦，平日还袂有新进前，搁较细呢，差不多这样，安尼尔。哦，
哦，想袂到迄个囡仔生了后，迄个腰袂输安尼红毛头痛的，害我逐暗拢爱摕爱金甲缩甲缩甲缩。哦，即摆才开始看。你莫在一直嫌一直嫌啦，若是互大嫂听到，一定裂破你的嘴啊！拜托拜托拜托，你千万唔好知呢，你莫甲我害呢。若互恁大嫂知影讲我踮伊尻川后甲嫌东嫌西，啊就甲我咯，我听讲全拗咯。恁查甫人实在有够歹的啦，敢安尼？哎，大嫂，那个梁春啊，啊你最近哦，哪会遮勤快啊？3晚2晚我来我遮看我，啊小宝咧，搁咧困哦。恁两个人拄则是讲啥，讲到遐暧昧啊？哦，哎无啦无啦，阮是讲阮踮咧菜市啊，看一只猪公差不多200-300斤哦，啊足多人为踮咧遐要抢要买哦，啊对啦，我甲美惠哦，就买一个大块地瓜转来，啊对，真啊，嘿，来，这地瓜吼，我切一半，你炸转去煮互阿母甲你家己食好啊，哈。交你的头壳啦，摕1000块来啦。1000块，啊无啊，啊你搁要2钱是要创啥？恁囝歹巴肚，我去买药仔互伊食。哎，阿春啦，迄小宝还细汉，若无爽快，你咪着抱伊去互医生看，千万唔通乱食迄便药啊，知影无？我知啦。讲安尼啦，拢讲袂听，不时啊拢爱买便药仔来食。啊，我来紧菜哦。哎呦啊！啊你是甲食饱会晓哭尔呢啦？啊妈妈催家己要一个钥匙，转来是哭啥啦？哎呦，好啦，妈妈即摆来泡药互伊食，等遐食了就袂阁落屎啊啦。好。哎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是啥人去我房间有在敲的啊？无啦，我是来找小宝的留珠啊。哦，我来看小宝吼。阿爸，哎，你若无着这等啊？这看卖。阮公司已将远东代理权交予天府集团，今后一切业务该由天府集团专权负责。这天府集团是啥物公司啊？我以前怎拢毋捌听的。我嘛毋知影，昨我接到天府的电话，甲我讲，本来咱甲加拿大全部的买卖合约拢转去因公司啊，叫我下晡3点去因遐重新讨论合约的代志。哪会安尼啦？为着买这台机器，我已经开真侪钱呢，而且将这工厂的设备也拢换新的啊。另外，我也接聘真济国外客户订单啦，卡孙也袂当按时来出货啊。我甲银行的收了钱啊，都无法度落害啊咧。阿爸，你免烦恼啦，咱下晡先去天府看因安怎讲。在我咧看，应该是合约移转的问题尔，上计就是补办我手续就会使啊。定金咱就已经付啊，因无理由加去唔买咱啊。安尼啦，下晡我甲你斗阵来去，我来甲看天府到底是啥物款的公司。遮无你来。好。这样，好。这是我的名片。哦，好。哦，赵秘书吼，啊，久仰。啊，无你妈坐一下，我来请总裁。总裁，郑总已经来啊。我了解，我随时来办。
多谢多谢。哎，实在真歹势啊！啊，阮总裁即嘛当底无用呢，是毋是吼？你搁等一下。哎，无要紧啦，我搁等一下，无要紧。阿爸，你敢无感觉这间公司足奇怪？明明约咱3点，煞来煞咱到这里哭等。啊，那个大间公司代志成本较济啦，袂着咱遐无啥物代志。好只小等者无要紧。明辉啊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我要来去甲问看卖，看这到底是啥物意思？你还袂走？我叫是你早就走啊！哈哈，请借问一下吼，即马毋知当甲总裁见一下。我看是无可能，因为阮总裁伊即马去机场接人客，我看你若是等去厝诶，等阮才去甲你通知就好啊。你你有看没？我拄才约着啥物人啊？啥？看你这么欢喜哦，一定是拄着老朋友啊啦。哦，你实在有够好约的啊！我去敲一个电话，我随转来吼。哦。喂，拜托个，找明辉听电话。咱倒一位哈？你甲讲我负责聊天组，我有真重要代志要找伊。聊天组，啊，你毋着为迄个卖面的？对啦对啦，拜托你紧叫伊听电话好无？歹势吼，伊人无伫的啦，你有啥物代志甲我讲就好啊啦。袂用的袂用的，这件代志真重要，我一定爱当面甲明辉讲。无安尼啦，我再甲阮厝的电话留互你，你再甲明辉讲，无论安怎，阴暗时吼，一定爱拜托伊敲电话互我。啊，阮厝的电话是68164445。哦。转来啊！明辉啊，啊，甲天富公司的人讲了安怎？莫阁讲啊，伊根本就是咧刁难咱。喂！啊，哦，好，我会甲讲啦，多谢吼。天富的人吼，敲电话来，叫你明仔载去9点，搁去一撮啦。天主啊，明辉啊，遮尔暗啊，你还袂困啊？我是出来啉水啦。啊，你是要敲电话互谁？啊？无，我无咧敲电话，我是看你电话吼，足久毋捌切啊，你想啊垃圾，我甲切互清气吼。天主啊！我今日哪无去啊？
知咧想啥。金破链就挂点亮骨的啦。三更半暝困啊，唔知咧乱啥哩。我毋是讲我这条啦，我是讲小宝满位的时阵，后头厝送的迄条金破链无去啊啦。那会啦，你毋是甲所有亲戚朋友送小宝什么金牌破链，拢放踮迄个饼盒内底啊，哪有可能无去啊？找看就好啊。就是讲啊，迄我当初放喺内底时，你嘛是看的对不对？啊，佮真捌会嘛，别项毋去摕，就甲迄条上贵金破链摕走。大嫂，阿春啊，这一定是你乌白糖、乌白钱啊，钱甲袂记一啦。我陪你房间详细找看卖啦。你啊，嘛无啥物代志啊，你也较早困啦吼。出代志啊啦。我已经找过4、5遍啊啦，实在是有够衰呢。好心好意去帮助人，煞等你将賊仔带倒来厝啊！阿春啊，你是踮遐乌白讲啥啦？人美惠吼，逐工透早就出门，无闲到半暝才转来，伊哪有可能去偷摕小宝的破链啦？你莫踮遐含糊附天哦。我是咧讲伊呢啦，我是咧讲吼，房间内底迄个啦。大嫂，